薏米，由古至今的祛濕健脾養生貴寶。話說喺明代，我哋嘅藥聖李時珍為咗編寫《本草綱目》，帶住藥童小二，成日要走入深山野嶺去揾一啲珍貴嘅藥材。呢一日，小二喺一條小溪邊發現咗一棵佢從未見過嘅植物，上面結滿咗一顆顆晶瑩剔透，好似玉珠咁樣嘅果實，覺得好得意。師傅，你睇下呢個咩嚟㗎？好似一粒粒玉咁，好靚啊！等我睇下，呢個就係古籍所講嘅意耳啊。意耳，民間又叫六穀米，佢嘅藥用功效早喺《神農本草經》裏面已經有記載㗎啦。不過呢種小小嘅藥材背後竟然仲牽涉到一場令人不勝唏噓嘅歷史冤案。呢個故事就記載喺《後漢書》嘅《馬援列傳》裏面。話說東漢初期，光武帝劉秀麾下有位名將叫馬援，佢因為戰功彪炳，被封為伏波將軍，平定交趾，即而家嘅越南一帶嘅叛亂。南方一帶氣候潮濕，又多瘴氣，好多北方嚟嘅士兵水土不服，患上咗好嚴重嘅風濕同腳氣病，行動困難，戰鬥力大減。馬援將軍精通醫理，佢想起當地人經常食用一種叫薏米嘅嘢嚟對抗濕氣，於是就命令士兵大量收集薏米，煮成粥水俾全軍將士食用。果然好快就克服咗呢個難題。但係馬援將軍死後，竟然俾人誣告，話佢當初喺交趾運返嚟嗰一車嘢，唔係薏米，而係搜刮返嚟嘅珍珠同西角。皇帝信以為真，收返佢嘅侯爵爵位，令到馬援將軍含冤莫白。直到漢明帝即位，先至為馬援平反。後人為咗紀念呢件事，將馬援由交趾帶返中原嘅薏米，稱之為馬援薏米。一個忠心為國嘅將軍，就係因為小小嘅薏米而蒙受不白之冤。呢個故事真係令人不勝唏噓，同時亦都證明咗薏米喺古代南方真係一種救荒治病嘅重要糧食。本草綱目谷之兒，名李時珍，意耳人，氣味甘，微寒，無毒，主筋急驅亂，不可屈身，風濕痹，下氣，久服輕身益氣。李時珍話意耳人主筋急驅亂，不可屈身，風濕痹。呢個記載同神農本草經嘅講法係一脈相承㗎。佢仲補充話意耳人屬土，陽明藥也，故能健脾益胃。神農本草經，漢，迭名，意耳人，味甘微寒，主筋急，驅亂不可屈身，風濕痹，下氣，久服輕身益氣，生山谷。神農本草經提到意耳人可以處理筋急、驅亂不可屈身、風濕痹，即係對於手腳抽筋、關節僵硬伸唔直，仲有因為風寒濕邪引起嘅關節疼痛都有功效。今日分享一道祛濕薏米茯苓老鴨湯。材料：薏米1兩，約38克；茯苓1兩，約38克；陳皮1角；老鴨半隻；生薑3至4片；鹽少許。首先，將鴨肉洗乾淨，斬成細件，備用。煲滾1鑊水，將鴨肉放落去飛水，
汆燙，可以去除腥味同雜質。另外將薏米、茯苓、陳皮同生薑輕輕咁沖洗乾淨，跟住將所有材料一齊放入砂鍋裏面，加入適量清水，水量要蓋過所有材料。先用武火、大火將湯水煮滾，水滾之後，轉用文火、小火慢慢熬煮個半鐘。臨出鍋前，加入少少鹽調味就夠㗎啦，其他調味料唔使落，咁先可以飲到湯嘅原汁原味。呢款薏米茯苓老鴨湯有健脾祛濕、滋陰養胃，尤其啱晒春天同夏天，天氣濕熱，個人成日覺得攰、冇胃口嘅時候飲用。但要留意嘅係，薏米性質偏涼，孕婦就唔建議食用，而身體虛寒、小便頻密嘅朋友都唔好飲太多。同學仔未完㗎，繼續話你知。我哋平時成日見到嘅薏米，其實係呢棵和本科植物意義嘅種子。但你可能唔知，薏米全身都係寶嚟㗎。首先係佢嘅根部，叫做薏米根。佢嘅性質更加寒涼，主要功效係清熱、利小便，對於處理尿道感染、小便唔暢通，甚至係腎結石，喺民間都係一味常用嘅草藥嚟㗎。至於薏米嘅莖同葉，曬乾之後就可以入藥。佢有同薏米相似嘅功效，但藥力較為溫和。最簡單嘅用法就係直接用嚟煎水代茶飲，夏天可以清暑熱、去濕氣，令個人冇咁易攰。而大家最熟悉嘅薏米仁，就係來自呢層硬硬地嘅外殼入面。呢層殼雖然唔可以直接食，但係佢含有豐富嘅膳食纖維，傳統上會將佢哋收集，用嚟做肥料或者燃料。喺古代農村係一種好有用嘅資源。喺藥材鋪，你會見到兩種唔同嘅薏米，白色嘅生薏米，性質較寒涼，利水驅濕嘅功效更強。微微金黃色嘅熟薏米，又叫炒薏米，經過文火炒過之後，寒涼之性減少，健脾止瀉嘅作用更加好。市面上仲有幾種唔同嘅薏米，等我話你知佢哋嘅分別。紅薏米又叫醋薏仁，只係脫咗硬殼，保留住紅褐色嘅麩皮，營養價值係最高嘅。膳食纖維同維生素 B6係普通白薏米嘅3倍，仲含有豐富嘅薏仁汁。洋薏米或者小薏米、珍珠薏米，呢個其實唔係真嘅薏米，而係大麥仁嚟㗎。營養價值同真正嘅薏米相差好遠。如果想食薏米達到驅濕美白嘅效果，千祈唔好買錯啊！講到薏米嘅產地，中國係薏米嘅原產地之一，主要產區分布喺福建、河北、遼寧、貴州等地。其中，河北薏米同福建薏米向來被認為係品質最好嘅。薏米鍾意溫暖潮濕嘅氣候，所以多數種喺河邊、田邊或者山谷濕地。薏米易受潮發霉，發霉會產生黃毒素，傷肝臟，絕對唔可以食。記住，密封容器、陰涼通風、雪櫃冷藏。食之前聞下有冇油益味，有就唔好食。由根到果實，由產地到儲存，薏米真係周身都係寶。了解多啲，先用得安心又有效。現代科學證實，
薏米含有多種活性成分，好似意爾人脂、意爾素、多糖苷，呢啲成分有助抗腫瘤、增強免疫力、降低血糖同血脂。薏米提取物仲成日加入護膚品，因為可以抑制黑色素、美白祛斑。可以話，薏米真係藥食同源嘅健康恩物。薏米好處雖多，但唔係人人啱食。孕婦忌食，以免引致流產。虛寒體質、手腳冰冷、怕凍，不宜長期大量食。小便頻密者要小心，薏米利水會令情況加劇。食之前最好問問中醫師。記得服用任何中藥之前，最好先問過你中醫師。如果鍾意呢一期視頻，唔該一定要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係留言區話俾我知，你仲想知邊一樣記中草藥故事。